讲到这喙孔的卫生对身体来讲是介重要的，不过有一寡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罕见疾病的民众呢，因为身体还有这身躯的限制，有皱起或者是牙周病情形，是偏一般人佫较济。嘉义县齿科医师公会邀请到分嘉南地区32间身心障碍照顾单位，做伙来举办这喙齿清洁的比赛，希望会当提升照顾服务员针对着喙齿健康的专业能力。照护员手提器皿详细来替长辈洗喙齿，洗喙了后，还有齿科医生来检查。嘉义县齿科医生公会邀请分嘉南32间身心障碍照护单位甲长照护理之家，针对喙孔甲喙齿的卫生保健，和照护单位互相比赛。咱爱注意讲有诶较视觉较看袂到的所在，咱爱特别看迄个牙刷器皿的角度，看爱愈会到遐个较看袂到的所在。即届有医生来甲咱教，甲咱检查，互咱知影讲家己的缺点是对，嘛会使学出这物件。口腔清洁的好，也会减低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。基于这样我们才推动。对一寡身心障碍者来讲，因为行动或者是认知的限制，因无一定有法度保持家己喙孔的清气。齿科医生就讲，照顾的人若是对喙齿清理的工课熟手，对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长辈的健康会有较大的帮助。要求他们用贝氏刷牙法的顺序来做，可能就是他们就照他们的方式在做，并没有按照顺序。咱女生喙齿真好，所以嘛，伊对这个食物件嘛，这方面较好消化，所以健康方面嘛有提升。比赛内两位物件食了以后，照护员协助喙孔放轻松，降低敏感了后，才开始洗喙齿。齿科医生最后还会用药水来检查喙齿的细菌。嘉义县齿科医生公会表示，会透过这个比赛来提升照护人员对喙孔、喙齿卫生保健的专业能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